有關驗到治安物質超標油的這個案件，台北市長蔣萬安鼓吹大家7月25做伙去凱道抗議，希望食安法會當修法。因為今仔日伊嘛串聯4個縣市首長來鬥相聽，要來同齊提出建議給中央。另外，是有數講目前7批無合格的油已經回收的差不多是2700噸，因為預防性漏氣的差不多是5200噸。食安就是國安。我們現在面臨國家危機當中，我們下個禮拜要召開縣市長反毒油線上國事會議。對於流感食品事件，台中市長羅秀燕19甲台北市長蔣萬安、高雄市長謝國良甲雲林縣長張麗仙會面，宣布要串聯地方政府開會，共同向中央提出建議。因為進前呼籲705上凱道抗議的蔣萬安也提出食安法應該修法，源頭管理以及如何強制中上游業者以及檢驗機關即刻通報，會是這一次修法的重點。民進黨政府處理的態度，是我們必須站出來的原因。我們基隆市有很多小吃都是炸雞腿、炸雞排，反對衛福部的說法說，大家以後因為這樣子的一個食安問題，就不能再吃炸物。民眾黨也講，7月25日到凱道響應，因為食藥署公布到19早起11點，7批無合格油品已經回收總共2769.3噸，其他有風險回收總共是5207噸。下游受影響業者，依然是1322件，無新增加。記者綜合報道。